台东县环保局伫较偏僻的桥骹，将这种永远锁匙摄影机执行主题乱弹粪扫行为，有翕到一台小货车，驾驶等较无人车通过时阵，对车内等6个塑胶杆仔出来，过程拢被录来，也有民众伫咧桥骹，就是讲拢无人，正放心伫咧路边放尿，也被录来。环保局讲，这种行为至少罚1000字。随地大小便依那个废弃物处理法的话，真的很奇怪，而且还是被一眼录到。那这样随地便利也要罚1000哦？对，他就是所谓就是同属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的一个行为。台东县环保局自110年开始，伫咧全县乱弹粪扫的热点，采26台摄影机。自第1年取缔50多件，一年比一年较少。今年1加到8加降低到11件。虽然乱弹粪扫减少，也顾录到5件民众伫路边放尿放屎，有增加的趋势。环保局讲，伫路边放尿放屎会罚正重，希望民众要有公德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